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昨透早树啊拢结霜，合欢山是因为水汽无够，细干那落一丝丝尔，还佫有冰沙啊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今仔日会小可回温，严格呢明仔佫有一波冷空气冷气团会落南，到时愈晚会愈寒。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，19礼拜四合欢山透早4点外达到落雪条件，啊，毋过因为水汽不足，干那短时间落雨雪，不少游客无顾到冷害低温，冲去咧合欢山。真的，这个我们非常冷，搞不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来啊，就是创造一个回忆。有看到雪落一时啊，互上山民众话讲真有价值。那路边的树蛙、山顶变做银白色的世界，轿车挡风玻璃头前，嘛会当看到一寡雪。因为路边积雪结冰，现场挂指示牌，要求车爱加装雪链才会当通行，才袂出去。镜头换看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园区的树蛙、草坡啊结一烟冰霜，规个银白色的，互游客感觉真神奇。于今日的清晨，下起了雾凇。那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太平山庄以及翠峰山屋等较高海拔的区域。那目前呢，气温约-3度，那没有水汽不足，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形。所以呢，宜专一线并未进行道路的管制措施。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19透早陆续落冰霜，啊，毋过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，路面无结冰，这波冷气团20日时减弱，各地温度回升。中南部高温到20度以上，北部高温回升到17至18度。啊，毋过拜六下晡开始，各地会愈暗愈冷，持续影响到后礼拜一的透早。这段时间温度就是逐渐的下降，一直在周日及周一的清晨，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普遍就会是12到14度，那在南部呢跟台东大概就是14到16度左右，感受上也是明显的寒冷。气象署表示，后礼拜一日时开始气温会一天一天回升，不过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，因为南方的水汽刷向北部，各地落雨机会会增加，呼吁民众出门都爱穿好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